本剧由借钱像泡面，其实很方便的全站 APP 邀您观看。施主啊，阿弥陀佛呀，悟空啊！我听说西方有一个叫什么，爱情锁没完，锁住最宝贵的东西。原来白晶晶和春30娘也在找这个转世孙悟空，得想办法混到内部里面去，帮小女子擦擦汗呢。那边呢？得赶紧找一个帮手，捏死这只苍蝇。你不要这样，兔兔！哎呀，兔兔这样很危险呢！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你是谁呀？为什么行刺我？说出来免你一死啊，兔兔！宁王，一个淫贼在你手里早晚是一死。兔兔，汉子！猪牛傻妞，你们两个怎么办事的？罚你们两个1个月不许上厕所！啊！他们怎么办？还用问吗？再加1个月！快点把这里给我收拾干净啊！兄弟请，兄弟请，您先请。难得遇到性情中人呀，多亏兄弟出手相助。牛大王真是客气啊！助人为乐是我从小一直学习的美德嘛，还是牛大王您骁勇善战呢。你也知道我骁勇善战。对呀，整个妖界谁不知道牛王以您的威名啊？那你还派人来行刺我？谁？哪位？谁？哎呀，牛大哥，你真是开玩笑，我是给牛大哥来送宝的。这么巧？就是这么巧吧？大哥，你想，如果要是我怎么刚才使出我那招特别帅的无敌旋风劈腿踢倒他呢？又和我一打，行了，就是我打的。是开个玩笑而已，我信你啊！真的。不知道兄弟怎么称呼啊？在下情天大圣孙悟空。哇，这么威风的名字！大哥，你看看，大的哟。谢谢兄弟好意，大哥真是不上。为什么？哎，牛大王，我还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啊！兄弟啊，如果是这种大补之类的东西呢，你还是送给更需要它的人吧。哎，非也呀！大哥，我还准备了一份厚礼，想与大王您共同分享啊。厚礼？哎，说来听听。素闻妖界说啊，这个吃一块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，法力倍增，而唐僧正巧是小弟弟的师傅。敢问小弟弟是？啊，小弟弟正是在下我。所以呢，小弟弟想邀请大王您跟我一块去绑架唐僧，把他分了吃。可是小弟弟，天底下妖怪众多，你为什么会找我呢？哎呀，我呢是深深折服大王您的淫威呀。如果其他妖怪有您1/1000的淫威，那他们就磕头烧高香了。哎呀，小弟弟啊，哎，可是我最近确实没什么心思呀。大哥哥呀，你拒绝我的也太草率了吧？你至少给我个理由先呢。小弟弟，实不相瞒啊，其实啊，我是个妻管严。前几日去东莞龙王处赴宴，陪酒的蛇精有一片鳞片不小心粘在了我的身上。回家之后被铁扇公主发现了，醋意大发，弄得整个金陵山是鸡飞狗跳，鸡犬不宁啊！啊，哎，那为何今日纳妾未见夫人前来闹场呢？他一气之下就回了自己的府邸芭蕉洞了。那我明白了，那个刺客一定是他的人。正是啊，小弟弟啊，其实我纳妾呢，就是为了气铁扇。我要激怒他，让他受到屈辱，这样的话他就会跟我提出离婚。可是最近因为家产分割的问题啊，一直困扰着我，让我是各种焦虑，实在是没什么心思去做绑架和尚的事情。大王，上天既然派我来，
注定就是为大王你分忧解难的。我跟你说，就算那个铁扇公主提出离婚，你一定保不住家产，因为她才是婚姻的受害者呀。到时候全天下都会骂你是负心汉呢。不过不要沮丧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只要小弟弟我出一点点的力，就能够扭转局面哟。那小弟弟你一定是有什么好主意了。男人最怕什么？绿帽子。假如铁扇公主这个女人红杏出墙来，到时候谁还会站在她那边？都会站在你那边替你撑腰啦。而且只要小弟我稍稍出一点力，勾引她到手，这么一来二去，你不就有理了吗？你抓住她的把柄，她不想离也得离了。不过大哥放心，小弟弟我绝对不会假戏真做，否则天打五雷轰。小弟弟啊，如果你能帮我保住家产，并且成功离婚，我就帮你绑架唐僧。此言当真？当真呢！小弟弟啊，我见你一表人才，足智多谋，真是不可多得的朋友啊。没有了。不如我们结拜兄弟如何？以后我叫你贤弟了。大哥，大哥，贤弟，大哥，贤弟。你说你是哥哥，我是我要为你这风光哥哥，弟弟，哥哥，我说点正经事儿吧。这个铁扇公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哇，这个女人可不一般呐。哎呀，嫉妒心比别人强，好胜心比别人强，自尊心比别人强，爱美心比别人强。哎呀，浑身上下散发了一种唯我独尊的范儿。但是啊，她特别渴望能遇到一个可以征服她的男人。征服她，很有挑战呢。我喜欢。兄弟啊，哎呀，对付铁扇这样的女人呐，你一定要软硬兼施，双管齐下。既要让她感觉到你的威风凛凛，同时又让她感觉到你对她俯首称臣，醉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对，就像这样，要让她有巨大的满足感和存在感。这样的话，她也会对你百依百顺、言听计从啊。明白了。接着呢，在花前月下，我们喝点小酒，说点甜言蜜语，不就水到渠成了吗？哎。没问题，大哥。哎呀，贤弟啊，铁扇公主已经备好了酒，在芭蕉洞等你呢，快去呀！你们二人都很有灵性，只可惜总是做不到心无旁骛。是不是还放不下那个人呢？我想杀了他。没有。我明白了，既然这么恨，还是说明没有放下。好在青霞现在已经不为难你们了，我的身体也已经痊愈，法力也已经恢复了。等我找到那个孙悟空，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。师傅，您要去找孙悟空啊？可是您千万不能伤了他呀！你瞅你这个贱样，他都这么对你了，你还护着他，怪不得他不会喜欢你的。他迟早会明白，我比你这个泼妇好的。你个傻白甜，脑残啊你！师傅，杀他之前帮我问清楚，到底喜欢谁？只能选一个，只能一个。哎，行了，怎么又吵起来了？你们是姐妹，不是泼妇。我教你们一套静心的心法，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边呢，你们潜心修炼，努力摆脱自己情海的伤痛。把手给我。
但愿睁眼之后，已经过了500年，我们都变得不一样了。哎呀！没有村民的掩护，怎么才能混进这个山寨呀？干嘛呀？当我是要饭的呀？你不是卖艺的？来，把钱还我。我卖艺？你才卖艺呀！你妈卖艺，你爸卖艺，你们家猫卖艺，你们全家都是卖艺的。我卖艺，什么鬼呀？该给帮主调点啥好？两位大爷，你们喜欢什么就拿，只要不杀我就行。大爷，今儿没工夫杀你。就是，我们还着急给帮主挑选礼物，哄白姑娘开心呢，没空搭理你。你觉得这个可以吗？这也太平常了吧？哎，我说老胡，你可别忘了，咱帮主他可是不走寻常路的人。也是啊。是很平凡啊，但是很脆的。哇！你想吃我想疯了吧？就是啊，你也不能咬自己啊。听我呢，那傻乎。哎，西瓜，西瓜，西瓜，是西瓜。一个西瓜嘛，大惊小怪。妖怪，也妖怪，也妖怪。你有病吧？你见鬼了你！刚才我明明看到有一个老和尚在啊，怎么不见了？哎呀，这两个山贼不好骗呐！谁在说话？是你爷爷我在说话。哎，老胡，他说他是你爷爷。你爷爷？没爷爷。哎，你没爷爷？你没爷爷哪来的你？你我弄死！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白姑娘啊？哦，原来你小子是这样的山贼呀！谁喜欢白姑娘啊？谁？你往下看，我是一串神奇的葡萄。神奇的葡萄？那你倒是说说，你神奇在哪里？我都知道你喜欢那个白姑娘了，还不够神奇吗？既然你这么神奇的话，那我就帮你进奉给帮主。但是我没事儿。你敢吗？你们帮主啊，这么喜欢这神奇的玩意儿，我这就带你上山去。帮主，想到我今日下山获得你神奇的，太幸运。先放那儿吧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看什么呢？晶晶姑娘。帮主，我让你帮我找脚底板有3颗痣的人，找的怎么样了？到底有没有消息啊？晶晶姑娘，你看这月亮多么的漂亮，那你是否在这夜凉如水的夜晚，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寒意？想不到，跟帮主相处了这么久，才发现你这么有才啊，文采斐然啊！我是一个很优秀的人，而且我还有很多很多的闪光点。晶晶姑娘是否愿意一探究竟呢？只要帮主帮我找到了脚底板有3颗痣的人，你想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真的吗？那当然了，小女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
对了，今天帮众给我带来一个宝物，我想要送给你，静静姑娘。葡萄啊？不过你看这个葡萄这么绿，肯定还没熟，吃起来肯定特别酸。帮主，你还是等它成熟之后再与我分享吧。那可不行，哪有让我们青青姑娘等的道理呢？就算把它做成葡萄干，现在也得吃。想不到嘛，帮主这么有心啊。那必须的。不过，你看这天色都这么晚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虽然我万分的不舍得，但是既然青青姑娘去意已决的话，那我还是送你一程。不必了，你目送就好。我的后背能感受到帮主火辣辣的目光。那晚安了。真的是人间极品。哎呀，你想太多了，年轻人。你谁呀？我的葡萄呢？我是谁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就是哎呀！你把我的葡萄藏哪儿了？我跟你说啊，葡萄是我变的，我是菩提老祖，我是你的恩人。啊，对，我是个神仙，你千万不要打了，我是不动手而已，我一动手我连自己都害怕。神你妈个头！赶紧把我的葡萄给我！我怎么说话你才相信呢？葡萄真的是我变的吗？你听着，刚才和你说话的那个女的，她是个白骨精，她让你找的3颗痣的那个人，她就是转世孙悟空，你知道吗？我怕了你了，我不要葡萄了，我再买一个新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再买10串葡萄，我都跟你讲同样的话。刚才那个女的就是个妖怪，她的朋友也是个妖怪，他们在利用你。利用我什么？利用我传宗接代啊！这个你真的想太多了。我不跟你在这叨叨了，我睡觉了。哎，别，你听我说，你不听我的话，你会惹火上身的，相信我。我现在看你就已经很火了，赶紧给我滚！我求求你了！你怎么还是执迷不悟呢？你走不走？不走。我走。帅。晚点儿，我这门就关了。老板，这外头怎么阴风阵阵的呀？你是外地来的吧？啊，你知道有个叫铁扇公主的吗？不知道啊。嗨，这芭蕉洞啊，就在我们附近。这铁扇公主呢，一不开心，她就来镇上撒野。她一动怒呢，就扇她那个扇子。她一扇这个扇子呢，这镇子上的鸡鸭嗖全飞上天了，弄得咱们这个镇子上呀是鸡犬不宁啊。所以呀，这个镇民啊就立好铁桩，呢把牲畜拴好，生怕吹跑了。哦，性情够烈呀！老板，给我来一间临街靠窗的房间，我要好好感受这浓烈的风。好嘞，嘿嘿嘿，你等着啊。哎，行了，别忙活了，快把咱们8里香全拿出来，快！就剩这些了？什么？就剩这3坛了？老板，那什么酒啊？这是8里香，是咱们这儿1顶1的好酒，除了我这儿有卖的，别处买不到。真的？
快，给我来一趟！哎呀，这位客官呀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风一起，她铁扇公主她就要来呀，她来就是为了买我的酒。你说我这就剩3坛酒了，怎么着啊？你们家酒只有她一个人能买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告诉那个什么什么公主啊，酒没了，全被小爷我买了。拿一瓶看一瓶，我再喝一瓶。她一会儿来了，我拿什么卖她呀？您先来1坛，等明天拿来新的，您再拿呀。哎，不行，你先拿1坛。哎呀，我管他什么铁扇、铜扇、草皮扇的呢，还自称什么公主？呵，哎呀，一定是那种长得奇丑无比，没人喜欢，情场失意才借酒消愁的呢。老板，你说是不是啊？肯定是这样的。嘿嘿。老板，我酒呢？啊，都被这位客人给买去了。哎，这样，明天我拿新的，亲自给您送到府上，你看行不行？不必了，3日之后10坛，这是定金。成熟，深闺少妇，空虚寂寞，浪。铁扇公主来了呀！你干嘛呢？这什么意思？撵我走是吧？不让我住了是吧？哎呀，这位客官，不是不让你住，是不敢让你住啊！你看您本事大，这能耐又大，你说我这个小庙里撑不住你这个大佛呀！我的爷！哎呀，行了，给我1/10炷香的时间思考一下。对不起啊，老板，刚才呢是我的戏太过了。这我就不懂了。有什么不懂的呀，老板？来，老板您坐嘛。老板啊，刚才啊，我是以为您是被那个铁扇公主常年欺压着，所以才出手相救的呀。后来呢，我看到她真的给您留了银两，我才知道这是公平交易，是我误会了，多管闲事，让您受惊了。不会吧？你这是？是啊，我就是这样的呀。哎，老板，这3坛酒一定要给铁扇公主留着，等过2天她来取酒的时候，告诉她是我让给她的哟。这都不是问题呀。不过你这脾气怎么说变就变呀？哎，因为我帅嘛。哎，对了，问你啊，这个铁扇公主啊，经常买这么多酒，自己一个人喝吗？那是借酒消愁。听说她老公啊在外边沾花野草，所以呢，这2口子呢就分居了。你说这么漂亮的媳妇儿，她还在外边乱搞。哎呀，真是可怜的。哎，老板，那过2天你也给我进2坛这个酒呗。你要多少？我要20坛。20坛？啊，你要这么多干什么？多呀。老板呐，其实呢，我还是挺喜欢你这个小店的，我真是舍不得砸呀。如果老板你要是配合我的话呢，我没准呢还能让你挣一点小钱。你说这样好还是不好呢？好，我的爷，就按你说的办，乖啦，来。我跟你说，过2天这么走。明白了吗？记住了，记我账上，我睡午觉了。你找我？听好了，我要你帮我办一件事情。大哥，你吩咐。会打人吗？没问题。大哥，你让我打谁呀？大哥别打了，我错了，大哥，我是你大舅的，大舅子别打了，大哥，我这书包因为盗奔你老婆是吗？哎呀，大舅子，我不就听听小曲喝小酒吗？我又没娶她回来。就知道花天酒地，
成天在外面沾花惹草。当时娶我姨妹的时候，说的话都是狗屁。今天我打的就是你。哎呀，大舅子！哎呀啊！哎呀，大舅子，打死你！哎呀，哎呀，大舅子，我错了，哎呀，我回去一定好好讨媳妇，我替她终身不二，我再也不招财母子，不报恩不义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下。啊！打得很爽是吧？大象叫的泡妞容易吗？尽情的喝啊！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哎好。呀，哎呀，您来了。老板，我来拿酒。哦，上次抢您酒的那个人说，实在是对不起。你看，他让我把那3坛酒送给你，您千万别误会啊！你看酒这么多，您自己拿，要不然我给你送到府上去。哎呦，你回来了。就是他，他是做什么的？他酿酒的。进来。怎么了？哎，大人啊，我来传个话，铁扇公主邀请您到她府上去做客。啊，什么时候啊？他人呢？现在？说是明天，啊，人就在外头。不去，绝对不去！我又不认识他，我干嘛要去呢？这，我说了，不去就是不去啊！我还有正事要干呢啊！你赶快跟我出去，出去，出去啊！是。哎呀，他这人呀就是这样，你看看他不懂事儿，我也没办法。你千万别见怪啊！万事俱备，就差我出马。我要去找武功去。仙子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上次你没把话说清楚，这次必须一五一十给我说清楚了，不许隐瞒。我知道的都告诉仙子了，你还想知道什么？为什么一到晚上我就会醒过来？有时候吧是自己的脸，有时候却是紫霞那贱人的脸。什么？啊？这么稀奇吗？那些果子你吃了吗？吃啊。给我1分钟。明白。问题就出现在仙子买的这些果子上面。果子？嗯，因为有的时候你只吃到了果肉，而没有吃到果核。果肉？只有当你吃到果核的时候，才会变回自己的脸，否则还是紫霞的脸。啊？解药？你这不是为难我吗？这是果子，又不是毒药，哪里来的解药？那难不成我要永远靠着果子才能现身吗？万万不可！如果依赖上这种果子，特别是果核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会怎样？包装书上又没写，我怎么知道？哎呀妈呀，天又要亮了！我每次时间都这么短，我这要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抽子报仇啊？仙子稳住！虽然说我不知道什么解药，但是我知道另外一个传说。什么传说？
话说这铁扇公主和牛魔王已经分居多年，这铁扇呢也知道自己不喜欢牛魔王了，于是用了一种方法，把自己的心分成2份，一份留给自己，一份留给牛魔王。这样，牛魔王知道铁扇公主心里面还有自己，就安分多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这种方法可以让2种感情共存，是否可以让2种灵魂共存呢？如果有效，那你跟紫霞仙子就可以一起寻找到被合体的原因，以及分离出来的方法。有道理啊。可只是紫霞现在还不知道，我又只能晚上才出来，我走1步，他退3步，我还动不动就玩失踪，这样怎么样才能找到铁扇啊？以我的判断，说不定紫霞也会往芭蕉洞的方向去呢。你要告诉他，可他怎么会相信你啊？我又不说出真相，我只是啊，听说蜈蚣精不仅会买卖宝贝，还会买卖消息。难不成你知道些什么？仙子，我是有职业操守的，消息在我这儿也是分级的。仙子的秘密就是绝密。可你为什么会这么好心帮我？最近物流涨价了嘛，我也想搞点 WiFi。啊，10万块。我就知道，紫霞那死丫头有钱，反正不是我的，拿去吧。谢谢，我的售后服务是1流的。困，每次一到这点就困。啊，我这里正好有一把躺椅，很舒服的，一晚上只要200块，不如200，那180好了。仙子安心躺下，等待紫霞仙子的出现，后边的事情我会为你安排妥当。晚安。其实这个事情很简单，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阴暗面，换句话说就是，每个人的身体里都住着另一个灵魂。而这个灵魂，一般都埋藏心底，很难被唤醒。当如来收回青霞的肉身，将青霞的灵魂投入紫霞的身体时，青霞就变成了紫霞身体里的另一个灵魂。这个果子的果核，就是转换2种灵魂的关键，作用就是唤醒身体的阴暗面，唤醒身体里那另一个灵魂。所以，它可以使青霞暂时变回曾经的自己。怎么在这儿？你干嘛一副见了鬼的样子啊？我很可怕吗？不是，我只是被仙子清晨的美貌所震惊了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仙子昨天来的时候太困了，已经不记得了。您是来买果子的，啊，喏，都准备好了。啊，对了，友情提示一下，这个果子现在涨价了。我给过钱了？啊，钱是给过了。好奇怪，我最近一到晚上就好困，有的时候自己做了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可能就是果子的副作用，不用担心。啊，对了，仙子找到想要找的人了吗？没有，个臭猴子诡计多端，又被他给溜了。仙子说的可是情颠大圣啊。怎么，你认识他？他来你这买过东西？不，那倒没有。
如果他来了，我一定与他合影，然后挂在这名人墙上，生意好棒棒的。不过我倒是有一些齐天大圣的消息出售，不知道仙子感不感兴趣？当然。这只臭猴子，竟然敢跟牛魔王！不行，我得再去一趟芭蕉镇。仙子慢走。什么味道？什么东西烧焦了？公主，公主，外面有人把咱们的芭蕉树给砍了。什么？谁敢这么大胆？嘿，嘿，嘿！大胆！谁敢砍我的树？哎，这位小姐啊，这个芭蕉林是您家的呀？什么小姐？树是我家的，谁允许你在这砍烧了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小姐。在下乃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因为私事初来此宝地啊，幸得镇上居民好心帮助，才将问题顺利解决。本想做2件事情，回报镇上居民啊。我路过贵宝地，发现此处芭蕉甚好，便忍不住想酿几坛芭蕉酒回报乡亲们。你倒好，拿我的芭蕉林做人情啊！啊，不好意思，实在是在下疏忽大意。只因在下四处游历，喜好酿酒，见到好材料就忍不住酿它几坛尝尝鲜。没想到如此美妙的芭蕉林，有一个如此美妙的主人呢。哼，忍不住！你们这些臭男人，都一副德行，一句忍不住，不该是你的就敢碰啊！此言差矣呀！如果我早知道名花有主的话，给我几个胆子，我也不敢碰啊。总之啊，这片芭蕉林是在下无心之过，绝不奢望小姐您原谅。是不是名花有主，也不是你说了算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？小姐且慢。
雨帆。